兄弟姊妹們，相信大家要得上帝嘅福氣。我見到都係講到上帝嘅愛安排對隆重世間人，但係呢，因為sau就係150都係大日子，耶穌受難嘅日子。但係為咗耶穌受難嘅日子呢，因為到上帝在耶穌基督嘅愛安排，上帝派遣死在十字架。為了隆重人嘅罪，擔隆重人嘅罪，嘅福音，在約翰福音3條16節咁樣講到，因為到上帝嘅愛安排對呢個世間，是到佢派一個單隻子，按到耶穌基督來到世間，是到每一人相信佢，唔會得到滅亡，但係得到永久嘅生命。呢一首就係150都係受難嘅日子，耶穌受難，耶穌定處罰，耶穌定失物嘅逆變，耶穌定因超差，隆重都係為了這間人類，佢擔熱切，一個炭啊帶領逆魔，然後佢上十字架，上吊。嘅血流下嚟在十字架嘅交付嘅命本上帝，係咪？佢咩本嘅超差事，佢交付嘅命本上帝，因為乜嘅呢？呢個耶穌基督嘅愛安排嚟到世間出世啊，是在十字架啊，都係為了這間人類嚟撒相信佢撒，唔會得到永久嘅滅亡，但係得到永久嘅生命。makanya佢受難嘅日子之時啊，佢係10分苦難啊，本人嘅超差，本人失到間肉熱吞律嘅下吹以色列嘅下，差本嘅都大都跳超差就係講要看嘅做戲做出，自家嘅心肝都自由凄涼啊，隆重嘅做熱切啊，呢個受難啊，所以為了擔自間人民嘅錯，擔自間人民嘅罪，人家話到佢家擔佢家嚟嘅錯樣，佢家要罪要殺啦，佢定超差，隆重都唔咩，因為嘅愛安排對自家陽間裏啲嘅人，對世間嘅人，makanya佢係死出之時間。佢係擔隆重嘅罪，嚟撒相信佢撒都得到一永久嘅生命。makanya我禱告姊妹係講要聽呢個福音，你嚟打開心，相信耶穌定超差受難日子，都係為了這間人，佢上十字架上吊，也係為了這間人類，係嚟撒謙卑打開心，信任佢係救主，係上帝，係個天父，即刻得到永久嘅生命。我禱告隆重兄弟姊妹得到上帝嘅恩典，打開心，得到生命。在世間你喺度即刻得到嘅平安，亦係冇在世間你喺度即刻得到嘅永久，在隔天父強下在天家恩典，因為在主耶穌將能大家進入跳天家，每一人世間你喺度啲天堂路，即當將耶穌隔嘅天使將能大家進入天家。哦，隆重兄弟姊妹係講你要咪苦難，要咪計禱告嘅，可以打天差壓力的嘅主要天法號碼的，你好冇嗌到晒，嗌到為勞工禱告本隆重兄弟姊妹，在耶穌基督嘅名，嗌到感恩，嗌到禱告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